一个国家分裂变成一个国家。事实上，自治区的成立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法令的规范内来完成。那希望我们族群的一些政策更符合我们的需求。事实上，自治区成立以后，将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想法来规范我们地方的需求来规范我们市政的这个政策这样我们乡民才能够真正受到这个保障。走过18年的时光，太鲁阁族自治，族人期盼已久。现在马英九政府的团队又非常积极运作，我们期盼立法院尽速完成原住民自治法的立法，希望立法程序完成之后，由行政院依法宣布由本族先行示范。太鲁阁族人团结一心，要为自己的族群写下历史，让太鲁阁族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第一个示范自治的族群。太鲁阁族的祖训：土地是我们的血，山林是我们的家。太鲁阁族的文化不仅是属于族人的，也是人类共有的资产。自治的目的，我们将尽我们的心力，在我们的土地上维护生物多样性，重建我们的文化。